各位親密嘅弟兄姊妹午安，我係添區康健組 Alan， 今日好開心有呢個機會咧分享嘅得救見證。我細個嘅時候咧都係跟隨父母去拜偶像，希望可以得到偶像同我解決困難。咁有時如果應驗咗嘅話咧，我都會去還神嘅。咁係咩原因令我信靠主呢？就係早前我妹妹咧係患上癌症，當時我內心好痛，因為我咩都做唔到，幫唔到佢。咁有一次我同我弟弟去探我妹妹嘅時候，我第一眼望到我妹妹，發覺佢好堅定，內心好安穩。呢個係我出乎意料之外嘅，因為妹妹喺我心目中咧係比較軟弱。咁當其時我妹妹咧同我弟弟之前都已經係信咗主嘅。咁我心諗唔通耶穌真係賜呢個力量俾緊我妹妹，令到佢有咁安穩嘅心。咁亦都好似有個感覺係叫我信靠主，醫治好我妹妹，亦都唔需要我家人擔心。令我都睇到我妹妹嘅教友同埋姊妹好幫佢，尤其是日常生活啊，同佢打點一切，呢份我真係好感動。我甚至乎當場我都喊咗出嚟。我深深體會到主去施恩俾我妹妹同埋我屋企人。當然啦，現在我妹妹得到主嘅醫治已經好返，咁呢份榮耀真係要歸俾主。咁隨後有一年，林以諾牧師去開佈道會，妹妹同我弟弟咧就順勢叫我去參加啦。咁當日我都係決志咗去信主嘅。信主之後咧，我內心好平安。之後我妹妹同弟弟咧，亦都引導我爸爸媽媽去信主。咁我爸爸媽媽咧都受到感動，咁一齊去決志。咁更難得嘅咧，就係我屋企跟隨咗爸爸媽媽幾廿年嘅神台，亦都移走咗。咁我亦都睇到主喺我屋企係施恩好大，令我十分之感恩，真係要將榮耀歸俾主。令我信主之後嘅生活都完全交託俾主，冇煩惱，亦都改變咗我自己嘅習慣。依家每日嘅早上晚上我都習慣咗背主禱文，我亦都改變咗我嘅唔好嘅習慣啦，唔醉酒啦，應承咗神。同埋踢波嗰陣時咧，我唔講粗口啦，因為有陣時真係好難忍啊踢波嚇，同埋有忍耐啦。我應承咗主咧，要活出佢所種嘅果子嘅特質。其他8個果子我都相信我做得到嘅，唯獨是現在係節制嗰樣要改下。咁亦都好感恩喺認識到主之後呢，我認識到我依家嘅女朋友。我認識佢第一日呢，好大膽，我就第一日帶佢翻嚟簽物，因為我想主見到我同我女朋友一齊嘅成長，有見證。現在嘅我喺簽物呢，過得好開心，同女朋友可以一齊上堂，同埋學習神嘅話語。我哋有去過嘅經歷神營會啦，認識其他宗教，豐盛的生命，同埋依家學緊嘅靈界的探索。每逢禮拜4仲可以約埋一齊去上小組敬拜。相信呢份嘅細節安排，荷里活導演係寫唔到，係唯獨是主耶穌基督可以幫到我哋。依家我同女朋友一個共同嘅目標，就係下個星期日呢，我哋好高興係參加到66屆嘅浸禮，可以一齊受浸，亦感受到天父保守我同我女朋友，看顧我屋企人。喺呢度，我要將一次嘅榮耀交俾主。我亦祝福大家每一日都要哈利路亞，感謝大家。記得訂閱親密見證頻道，撳埋個鐘仔，同埋幫手分享、點讚，等更多人認識神。